香港不斷同你講你要分門別類，你個仔係讀緊 Band 1嘅學校、Band 2定 Band 3嘅學校，音樂人係體育達人定係理科人、文科人？你個仔女係邊個啊？係天父嘅孩子啊，係你嘅孩子啊，同你嘅關係係最緊要啊！呢段經文講越軟弱嘅、越不體面嘅、越唔靚嘅，你越要為佢加體面，要越為佢加盡美，齊上齊落，一同受苦，一同快樂。我哋話基督嘅身子，耶穌喺十字架上犧牲，佢流出嘅寶血，佢乜都有，佢有晒。我哋講 MBTI 裏面外向內向，佢可以好有計劃，佢可以好彈性，佢睇到好細好 S， 但佢同樣可以好有一個 N intuition 創意嘅能力。耶穌有晒 MBTI 16個特質，但係我哋作為神創造嘅人，每一個人都有神部分嘅特質。細路仔有問題，你當眾同所有人講，你啊就係咁噶啦，嗱佢就係咁噶啦，你試下講多幾次啊，佢冇咗個自我形象，乜都冇。教會如是，家庭如是，學校同埋職場如是，我哋走埋一齊就顯示到耶穌唔同嘅特質。即係我哋要去學習點樣去保底咯。有陣時我哋咧好容易咧就將個現實係咁啊，咁咪講出嚟咯。如果我哋係想為個大局着想，幫佢去讓佢自己感覺到被體諒，每個人都有啲嘢好，有啲嘢唔好。我哋都期待可以喺社會上面咧有唔同嘅影響力，讓我哋明白雖然有軟弱喺裏面，但係咧都可以互相保底之後咧就越發盡美。